个物件愈来愈贵，钱愈来愈薄。苗栗有一个网友伫怨叹讲，伊买一个咸酥鸡呢，点6项230块，等于厝一个看无几地，50块的咸酥鸡，敢若7地鱿鱼，敢若5地。有人就咧问讲，这敢会是这个钱变薄，或者咸酥鸡嘛变较贵？记者实际伫台中市买咸酥鸡，价小是235，虽然加5块，抑过人咸酥鸡有9地。业者讲，油啦、食材拢去价，进回成本增加，生意真歹做。甲豆腐、鱿鱼、佮咸酥鸡下落油鼎，煎甲酥酥脆脆，民众上爱食这味。不过，有网友普文还讲，伫苗栗下班买咸酥鸡食，感觉扣头家好凊头。小面内底咸酥鸡50块，爽爽的讲7地；鱿鱼50块，爽爽的嘛无偌济。加上买白的钱的2地拢总230。这230有点太扯了，因为这分量也没有到非常的多。它这个样子是还不错啦，但是有一点贵。这拿200-300块应该无人买啦。来问街路的民众，大家拢讲收贵啊！记者伫咧苗栗凊彩找一间店，买一份50块的咸酥鸡，倒出来算，内底有6地，物价敢真正是有影变贵？来看台中市咸酥鸡分量，敢嘛是同款？记者实际来到台中市区的咸酥鸡店，用这张照片差不多的食物品项点出了这些咸酥鸡。那这总共是235元，虽然比网友贵了5块钱，但光是咸酥鸡就多了8块以上。咸酥鸡一份55块，一地硬出来拢总有9地。鱿鱼、豆腐、白的煎的分量嘛拢比网友铺的加真济。咸酥鸡它本身是用鸡胸肉去切的，鸡肉方面都涨了大概10-20块有。因为我们的话，我们都是调整5块钱而已，但是我们的量都没有减少过，觉得量有比较少了一点。鲜店业者强调，即卖油、食材拢起价，进货成本变济，另外个租金的济少，所以分量嘛是爱看每一间的成本会无共款。不过一般人认为苗栗的租金可能比六都少，不过差不多介绍的咸酥鸡分量煞比都市区少，这互网友感觉食咸酥鸡食介稀微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